人聚埋一齊，因為家駒而聚埋一齊。每一次我聽到人唱家駒嘅歌嘅時候，我自己都好感動，因為其實佢嘅歌的而且確影響咗好多人，唔單止係佢離開之前，而係佢離開之後咧，有好多93年出世之後嘅人咧，依然有機會去聽到佢嘅歌，然後被影響。其實自己都係其中一個俾佢影響到嘅人，就係我喺10年之前，我有機會可以接觸到，就係呢個咁大型嘅音樂劇推歌。我做咗之後，我覺得自己都不如我都可以有呢個勇氣去追求我嘅理想。咁所以我今日都依然可以企咗喺呢一度。我覺得佢嘅歌係唔單止純粹係一個情感上面嘅抒發，而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推動力。佢推動咗，起碼我自己，我希望可以推動更加之多嘅人。所以我哋咧有區歌呢套戲，希望多啲人可以站上呢一個平台上面，可以被影響得到。我相信每一個去追求理想嘅人咧，都係一個傑出嘅人。希望每一位都繼續追求你自己嘅理想。Thank you。